那往年衣服下菜订单，一年至少200万磅，今年20万磅天哦。唐经理，你所讲的，因为营图是咱营业差起恢复生产嘞。你讲因欠你330万的呢？你外面存20万嘞。你讲嘅系旧台币，那你下讲嘅欠你330万系新台币啊，小姐。新台币？该等于82300亿旧台币。掠到钱啊！到底到台湾汤掠，卖半条街咯。该在天人啊，看得起来通勤下酒，上站也可以是啊，是紧急离职啊，本下酒都上万发搬迁。该厉害，20万磅天啊！哎，你会用啊噻？所以，造新过去年来讨钱，但系冇强人的债主。用家山啊！看一下那个沙庄吼，真嘅800担的债哦，哎呦，债台高筑啊！吼，那债吼欠到几时要债用家山，不过其实吼，那沙庄当负责任哦，伊生意吼见头开起安泰安多嘅债，系讲吼系爱吼欠一台欠担的债，又冇收入，真嘅5点用家山账号那个夹吼。干然后半然后去下走去，不过真看得出来，那种沙庄真嘅当老太太当上下又当负责任。不过汉下嘅老太太讲欠债欠钱系唔好嘅行为，又欠别生意嘅钱停出来，夹落去弯转去，千万唔好差事。有信用有价，讲有弯嘛，个价是唔为难嘛，哈为什么样讲嘛？好的吼，我来了债主吼。老个离子吼，那去听听，暂时莫计算那个离子的部分。不过咧，咁唔系细千天咧，那可能所有人吼，传几十人是传唔到按多钱，乜个时间让做的玩的强玩的睇咧，上下来穷下来看一下。交易的买部分咧，为多到乃到吃费老几咧。第一只，做太胜利的人，做胜利的人啊，是为督导订单。今天有客户下订单咯。下位用半先讲，订单过了100，订单好，下位是系咧，家务卡系做差米嘛，所以咧订单一听到差米有关系，是下茶的订单1年至少200万磅。这下茶又分冬天的茶跟夏天的茶嘛，下茶订单1年至少200万磅，下茶的订单1年至少200万磅，下茶的订单1年至少200万磅。记得咯，你看那100的部分唔好变调哦，不用变调数目词的地方唔使变调下来。来讲到基本当冲然去亏欠大家债台高筑欠几十万的债欠钱欠，下部分用乜先讲咧？是欠，所以咧，一欠唔但讲我欠钱欠钱的部分，你嘛只会讲我缺少了什么东西今天缺少缺少一个人，比如你要打麻将的时候，打麻将嘅时候洗衫，根本。欠一三少一个人嘛，就得用了欠那个词下边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欠人330万两位唔好讲真紧 ，N 欠人330万 ，N 欠人330万到这边是用人来问了 ，N 你老爱你。翻译通勤系我们，不过 N 老爱你到底用乜嘢款呢？比如讲你讲 N 你或是 N 嘅时间呢，通勤呢是有包含让你讲话嘅对象。你讲 N 你穷下来去食饭，就是包含你也邀请对方让你穷下去食饭。不过假使根本有3人，因此老叶生人讲。
爱你两三年哦，he s h 你好像是进行一个告知他我们两个要去吃饭哦，跟你报备一下。不过咧，你冇报含到，让你讲话跟他对象，安用先大家要清楚么？要分得清，你老爱你嘅分别政策系到哪边么？下辈大家当日听错是会使用到嘅东西。哎呦，我最喜欢洗只小朋友嘅。系乜嘅咧？是系新台币，下位按到新台币，新台币。嘛有人按用先讲，嘛有人讲系新台票，做啲补充本台之間來啲哈。下邊來看一下佢，欠人330萬是新台幣，做乜解？我講呢幾個咧，因為計量是 Q 台幣，然後新台幣。嘟好都要兑换，所以呢，新台币币值比较大嘛，330万是什么？哎呦，可能是1亿3000万了哈。好，下文用百姓讲咧，欠人330万是新台币，欠人330万是新台币。大家可能會拄唔掉了哦，馬計330萬哦。哦哟，用半斤万呢。下邊個繼續來學習。交易的時候，交易的細節一聽就馬解，有買也有賣嘛。那到底買賣的下邊用半斤講呢？先來學，讓你收進來的這種叫做什麼呢？買。下邊按到賣。哎呦，老翻譯都好顛倒，有想到冇？老翻譯都好顛倒，下邊嘅買。顛倒係啱做，賣千萬唔好咪差了。下邊講有330萬做啲乜嘅咧？在大稻埕買下半條街半隻大煲湯就賣下了，即係到大煲湯賣半條街，到大煲湯賣半條街。台煲湯是那個現在大稻埕地區嘛，就是北門過去那邊，所以該東西最繁華嘅蔬菜對基督來講，記得欠咧330萬，半條街是做咧賣下去，你想講也就多冇，正經動多，可能3-4年是完唔得咯下邊一個新嘅詞彙聽錯，嘛愛學起來是債權人，債權人是什麼？愛假錢不應該商人嘛，我是有債權的嘛。假使愛欠人錢，按怎麼解？債務人嘛。所以那個封面可能搞清楚，沒清楚哦。債權人下邊用百姓講咧是債權人，再講一擺哦，債權人，我記得咯，債那個詞千萬不要有捲舌音哦。下邊啲背海流腔啲背那個債那個詞哦，沒有捲舌音，唔係債權人哦，千萬唔好咁樣講。下邊來看一下，即係講連債權人看得起，也同情社長嘅對佢哎呦當相識了哦。好，下邊用乜先講咧？是債權人看得起，也同情社長，債權人。看得起也同情社長，一隻部分可能有人會問了，明明係拼音係看得起，因為我會講看得起呢，因為連腔下細節，它會受到連音的影響，看到的，因為調腔下細節後邊個 D 呢，它就會弱化變成 L 的音所以看得起。唔講看得起，嘛做得，老大家補充來分享一下。假使講看得起，然後看得起，通常做得咯。好，下半一部分愛當好，因為銀行嘅錢搭張嘢又係搭半年，錢我電台乜嘅細節有利息。好，利息下位用百姓來講咧。有兩種講法，第一係利子，第二種講法是利錢，
又傳到離子，又傳到離遷，哎呦，當好呢。下擺，繼續來講了。上個月開始就停止利息，你看債權人對他們多好啊！先不要算利息了哈。上漲日開始就停止離子，上漲日開始就停止離子，當難念嘛，唔好念嘛，停止的止，有到舌葉音，有到強烈嘅捲舌嘅感覺，唔過佢唔係捲舌音哈。有到係做依嘅感覺，就停止離子，睇下好冇？好，繼續。下邊要動到嘅，前面動到前嘛，前面動到在，所以天出為有人行上門，行到家屋卡門後，老見用辦先討債，下邊係乜嘅咧？是係拖欠。拖欠當然來拖欠萬太陽嘅殺了，一群人上門討債，幾群人來拖欠，幾群人來拖欠，我記得咯，你拖欠嘅部分天長嘛會變調會變做拖欠，會變中平調三中平條哆咪所謂咪嘅感覺拖欠千萬唔好念拖欠，樣唔好了下擺個繼續來看一下假如睇下講到係交易買賣讓人做生意嘅過程地度難免可能是會遇到金錢啊，又欠債又差事嘅部分，面對用辦法使用金錢，用辦法操作，全係大學問。該兩時嘅差金嘅年代，拄好又拄到乜嘅咧？心求心太疲勞，求太疲，搞完嘅時節，就變咗乜嘅？幣值冇求能幣值匯率不一樣啊，所以咧一債務可能會金巴金大條，這種富少啊換奶茶，金換金大條本來330萬變咗1、2、3千萬。用辦法來處理那個安大條嘅債務嘅問題，嘛需要動到機會沙丁呢，你劇情看到咯，20咯，差唔多19歲，好結婚咯，睇到班人19、20歲，還冇結婚嘅人可能是有啲慢咯。至少開始嗱穩貴來討論咯，討心口。假賣啊！唔過吉福卡收都冇強樣唔係假賣到底會發生哪啲需要討論嘅事情呢？向下來看下去咯。